后来这个学校开学了，但是学费、注册费要为倒位来的，是未少弱势家庭上大的烦恼。台南贵人有一间做门床的在地企业，为2年前就开始来寄付着奖助金予新丰高中，就是要让学生唔免来烦恼着钱的问题，会当顺利来完成学业，未来有更较好的发展。少年人是国家未来主人，为着要帮助弱势学生分担学费的压力，让因伫读册过程更较顺利。台南市贵人区就有一间在地企业，自108年开始，逐年拢会捐奖助金予新丰高中，嘛鼓励学生开学了后打拼读册，未来会当回报社会。在 M 型社会里面呢，有一些家庭呢是需要被帮忙的。那如果说企业在经营过程中，我们可以付出一些的这个能力啊，这样子呢，对父母来讲也是一种帮忙，对学生来讲呢，也可以让他们很稳定的来学习。董事长的奖学金就是让其他就是家境比较没那么好的人，可以就是没有后顾之忧，就是认真读书。为着要感谢企业，校方除了送感谢状，学生代表嘛专工写批来说多谢，除了会使鼓励因伫读册过程有更较好的表现，嘛期待这条奖助金对因学习环境会当有帮助。